今日咧想同大家登上一班非常之特別嘅航班啊！請大家準備好咧你嘅登機證，因為咧我哋就即將由香港嘅 JPS Gary 出發嘅，前往一個冇人知道目的地嘅地方。今次咧呢個展覽咧係由美國藝術家 Bobinski 創作嘅，展期咧就係今年嘅7月17號至到9月19號。嗱，呢一次咧 Bobinski 咧就直接將成個畫廊咧就變成1:1嘅紙皮機場啊！首先咧，我哋嚟到第一站。我會叫佢做第3類接觸安檢站。嗱，大家咧會見到一個全紙皮做嘅機場嘅安檢區，不過咧負責檢查嘅旅客咧就唔係普通嘅職員，而係一位咧外星人嚟嘅。嗱，輸送帶咧上面咧就運送緊咧不同嘅行李啦。離開安檢區之後咧，我哋就入去候機室大堂嗰度咧，就同埋睇一睇呢個機場精品店啦，同埋咧一系列咧 Bobinski 去創作嘅雕塑作品。嗱，整個空間咧就好似一間咧星際機場嘅免稅店啊！嗱，表面睇咧呢啲咧只係好 playful 嘅紀念品啦，但係當你咧細心觀察咧，又好似咧隱藏咗啲信息喺裏邊咁嘅喎。嗱，大家咧會見到咧紙皮做嘅候機座位啦，同埋用手畫嘅航班顯示牌喎。嗱，之後咧，我哋就參觀啊，另外一個展覽區就係令你好驚喜嘅，就係銀河邊緣嘅洗手間啊！嗱，通常去洗手間咧會自己照鏡啦，見到嘅當然係你自己啦。但係喺 Runway 51裏邊咧，鏡裏邊可能出現咧就唔係你啦，而係咧一個好遙遠嘅星系。好，最後我哋就嚟到終點站，亦都係整個展覽最神秘嘅部分，就係一個介乎
監控中心啊，同埋秘密檔案庫之間嘅空間。嗱，裏邊咧大量嘅監視器啦，不停咁樣播放啲影片嘅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，請你俾個 like， 分享俾你嘅朋友，同埋免費 subscribe 呢個頻道啊！多謝大家，我哋下一次見，拜拜。